谢。买一下那个葡萄。哎，阿姨，我要买葡萄。哦，这碎眼呢，这葡萄啊，我小的好了，小的好了。家里还有其他的水果，可以帮我装到这个袋子里吗？我有带购物袋。啊，你给我请姐。这包啊，还可以来对。啊，那个免收咖肉啊。你这样很环保哦。妈，我肚子好饿。你肚子饿了？嗯，那我带你去前面买好吃的红豆饼，好不好？好。阿姨你好，我要买红豆饼。可以直接装吗？可以，这个很好用，可以直接装哦。啊，很烫哦，真的很饿哦。但是妈妈，你为什么不用老板给的塑胶袋和纸袋？哦，因为我们有带食物袋啊，而且这个食物袋它其实是无染的，直接放进去很安全哦，它上面没有染料。妈妈，那我也要像你一样爱地球。啊，太棒了！我们一起努力，让地球不要发烧吧。哇，看你这样吃红豆饼，我都饿了耶。我们一起去买干面好不好？好，走吧。Hello，这位妈妈，你好。你好。你来菜市场买菜都自备购物袋跟容器哦？对啊，我如果要出门之前，我都会想一下我要买什么东西，然后我会带我的容器，比如说保鲜盒啊，或者是购物袋，这样就不用再拿塑胶袋或塑胶盒了。来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们主妇联盟在向上市场，从4月21号开始有举办一个叫做向上提升带来好运的活动。只要你自备容器或者是购物袋来菜市场买菜，不要跟店家拿新的塑胶袋的话，你就可以累积点数，有很多很丰富的奖品。赠品真的不错哎，我就要来几点，然后就可以换这些东西。妈妈，你看这个吸管，不锈钢吸管呢，用这个海龟就不会受伤了。不只为了海龟，也为了你。